依然之声，少年人的闲语广播电台。足侪人拢关心食安的问题。即马若听到新闻吼，拢是头家无细腻，去卖着迄个过期的商品较济。罕啊有一两届吼，是即个奸商卖懊悔，用粗俗的原料，甚至是袂使家己去食品内底化学药剂，要来趁即个乌心钱。台湾人对食的物件足用心计较，对这个奸商是完全无法度接受。安尼甲听起来吼，食安问题甲生理人是较有地带。毋过咧，较早咧台湾捌发生过一件凶手伫饮料内底放毒，尾啊造成一个人死，4个人来重伤，而且重伤咧吼是规世人健康拢受到影响的大案件。这完全是凶手为着要讨要爱钱，模仿这个日本的叫做砷溶的古力果事件。伊挑故意吼，安尼甲人的饮料内底吼落药啊。古力果呢发生伫1984年，若想要知影较详细，会使去找咱出版的迄本上华丽的剧场型犯罪古力果砷溶事件未解之谜，安尼你就会当了解。这个模仿的凶手呢，伊是伫咧保利达甲万牛这两种饮料内底落药啊。这两个呢，拢是保利达的产品，可见啊，伊讨钱的对象就是保利达公司。头一名受害者是做水电的周衣贵，伊去超商啊买一罐这个万牛，才啉两喙尔，伊都感觉无对当。也未觉察到是倒位毋对的时阵，砰一声，随着倒伫涂骹。半点钟过后，另外一间超商嘛出现同款的状况，叫做赵世芳，伊嘛是啉一喙万牛，就感觉怪怪，互朋友好汉酸嘛等者，结果这个赵世芳是随昏昏死去，好汉酸嘛佢规身躯拢袂爽快。另外一边呢，佫有一个送货叫做李宏明，这个万牛伊一工上无爱啉个2-3罐。迄工伊啉落到地讲，虽有警觉，无啥具对伊就赶紧叫计程车送伊来病院。半途其实就昏倒伫计程车后壁。警察常常接到这么多同款的案件，拢是啉到同一间公司的饮料中毒。随着伊利用这个监视器的影片，一段一段安尼来豆检查，开了真侪时间。好佳在的确去找到一个鬼鬼祟祟的查甫，伊变装过啊解，咧无共的超商内底偷偷甲这个落毒的这个万牛放入去冰箱。毋过真奇怪的代志就是，这个凶手落毒了后，竟然无敲电话来讨钱。嘛无放风声讲伊到底想要创啥，甚至讲迄达罐伊有落毒的这个万牛玻璃杆外口佫搭一张用电脑拍字的字条，写讲我有毒，毋通啉的标语。警察想拢无，嘛无法度确定凶手的身份。暗发迄天的暗时，周衣贵呢就咧病院断气身亡。这新闻一报出全台湾拢足惊吓的，因为掠无人，嘛毋知影讲除了讲保利达公司以外，敢有其他的饮料嘛中招。即声这个啥物饮料拢毋敢啉嘛。会记得迄当阵足侪人咧讨论爱安怎看外包装敢有损害啦，要如何来避免去买到这个互人落药的商品。甚至有的学校，甲迄个卖饮料冰箱暂时锁起来，喙干干那个得啉水尔。加在台中警察无眠无日咧找线索，结果呢，互因去找到迄天直咧换衫的迄个查甫。虽然伊定定垫一个安全帽咧超商内底，毋过根据其他的镜头画面来看，伊其实根本都无骑奥多麦。伊是租一台轿车咧犯案，警察呢按照伊租的车继续甲找落，
就发现讲，这个是住伫新北市中和，一名叫做王进典的查甫。警察呢会将目标放伫伊的身躯顶，其实是因为这个王进典啊，查我当前就捌伫中正机场抢劫台湾银行500万，扣关12档。警察想讲，伊犯事是出狱了后头路歹找，或者恶金难解。开始调查伊的资料，发现讲，伊足爱出国啦，阁爱买即个名牌的卡棒。而且佫有欠银行真侪小，实在有可能是咧小贪甲无人性，才用尽心思去研究这个日本的古里国签名人的事件，用药药咧别人产品的这个手法，要找这个保利达公司呢来讨钱。王进典伊当然嘛否认啊，讲伊毋是凶手。警察呢虽然有伫因兜找到这个车档啦。嘛有即个亲像迄个监视器画面内底有影到即个衫裤，毋过呢，上重要即个伊落毒的即个毒药叫做氰化物，阁有伊搭伫咧玻璃杆头顶迄个纸条字条，拢找无。而且呢，警察伫王进典咧找这几工保利达公司迄边讲有收到即个恐吓的批信，凶手要讨这30万的美金，佮写讲。毒产品绝对会以上血清的方式，伫全台湾媒体放送。恁公司几十档的名声拢会臭去。恁若是报警，就准备来开这个收尸记者会。这款的字条实在是足恐怖。但是呢，警察伫王进典因兜是完全找无这个甲这个字条有关系的证据。虽然找无直接的物证，但是警察也是想有办法。因竟然将这个线索找来到香港。原来这王进典咧台中放毒了后，随着飞来去香港，佮伊伫迄个手鼓刺字，加上伊咧厝内有印标机，也毋过一台电脑都无。这想嘛伤过奇怪。经过几啊届的侦讯，果然伫因女朋友遐找到一台电脑，内底呢。有这个恐吓信啦，有这个我有毒毋通啉的档案，而且嘛确定讲这台电脑都是王进典的，警察才有法度叫伊来认罪。这声伊无法度辩解，伊就承认讲欠钱用，才用到用这部。去香港刺字就是为着要骗警察讲伊个影片内底都无共人。头起先法官是拢判伊死刑。总共判了3届的死刑。不过呢，因为伊坚持讲伊的目的毋是要杀人，所以呢，才会传到迄张我有毒毋通啉的字条。到这个经4审的时阵，法官决定要采信伊的讲法，改判伊无期徒刑。像伊这款犯下2件轰动台湾的大案件的人，其实真正是有一寡小聪明啊。也许伊就是想着讲要替家己的这个后路留起来，才想着搭警告飘起啦。法官讲伊是有当这个上可教化，不过咱的社会各位听众朋友，恁敢阁会互伊第3届的机会呢？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甲咱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咱即届呢讲的这个案件其实是即马是较看无啦，毋过敢咱这个食物件食安的问题其实是足活的。讲到食物件啦，讲到啉物件，爱足注意哦。其实是啥物呢？是这个红颜甲有血的人。是啥物？大家拢爱注意好无？啥物有血人才爱注意？无可能，这针对性的咧。无可能请红颜甲咱做伙来讲，所以我就请一个有血的人。啥物意思啊？今请来这啦，你听声就知影人啦，咱就听到不诋毁。大家好，我是不诋毁，灰机寄来啊，会来啊，会来紧走，好大卖走。
是啦，而且你看这个案件，我就讲，因为有货人吼，其实伊食物件就是本地就少啊。啊，你若是食着有可能头药、毒药的物件，食较济淡薄，身躯佫无好的时阵，就窜起来呢。任何人食着迄种物件，拢会窜起来，毋是少敢年人较若有会勇啊，对吧？是安尼哦。系啊，我来试看觅。你即摆会就注重食物件迄部分无？爱食就较，莫讲伤咸啊，莫油炒莫伤重啊，莫伤重口味，敢咩？无呢，就重口味。你是讲迄个少年人的部分重口味？无啦，有啦，对啦，迄个哦，迄种口味，幼气的过目睭啊，加减嘛爱食者，毋是有啦，有你注意啊，因为我照顾妈妈嘛，嘿，所以会较注意讲，食啥物物件较好，对老人较好，较健康安尼。所以讲这迄个。外口咧卖即款物件，你都较袂食着对无？因为外口拢足无健康诶。对，较少食。所以讲，若是这个有这个前面人要甲你偷，其实真歹甲当甲你偷着对无？诶，无一定哦。因为你无论安怎，你逐工 7一定嘛是会，嘿啊，加减嘛会入去。哦，啊，你看这案件诶时阵，你有啥物感觉无？迄个案件咧发生诶时阵，你应该当咧做，你做啥物工课啊？啊，迄阵啊是几年啊？哈，迄是几年前代志。哈，你有是有看案件？你看，我就讲，这就是有货人。毋过有货人对这代志，就是敢若会记迄个代志，袂记迄个时阵啦。毋过迄个时阵，我感觉是讲，看到新闻的时阵，你有什么感觉？会惊着啊！你会毋敢去买物件，啊，佫有，我即马佫有一个习惯。对，迄阵啊，甲即嘛，摕银针哦，毋是，我想讲摕银针刺毒，毋是，你的年代啊，摕银针刺毒，啊，为迄个包啊，甲装落了，摕出来，哦，那是乌的，啊，头尾讲，啊，迄个豆沙包当然嘛乌的，毋是，是讲，比如讲，你去买饮料的时阵，对无？啊，伊毋是一排嘛，啊，我就会摕后壁两三个，真的呢，拢变做有这个习惯。OK。毋是奥客啦，迄若是迄种共投毒的人，一定是头前嘛。哦，伊无可能去投后壁嘛。那有一天是店员，就是即个凶手的时阵，迄就无一定啊。就是投后壁。啊，所以一直到即马，我都有这个习惯，会去摕后壁的。哦，这嘛是一个方法啦，一个闭关的。啊，毋过吼，伫迄个外国吼，其实嘛有足侪即款咱讲前面人啦，伊就放毒啊，参像咱有即个出版社有一本吼，叫做伊是申勇啦，啊，迄个咱顾立国。古里国这个事件，这日本嘛是足强的嘛吼，伊就是个糖仔内底放了，个讲要爱你爱偌济拄偌济，我才个加去。我才买结果即马到即马也未找到迄个凶手。我感觉迄个凶手真正是真厉害呢。老实讲，我是讲伊可能。智商嘛157的款，我就是安尼啦，毋但做对代志哦，科学啦，对，认真拍代志啦，用科学的方法，互你抓袂着啦。我有做，不过你抓袂着啦。毋是，我感觉伊可能有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吧，是吧？其实即款黑白头放毒的，伊都无针对讲一定爱有即个冤仇人啊，是为着啥物爱情的问题、感情的问题来做即款凶杀的代志时阵，其实拢是甲心理上有足侪，应该是按来个好好甲研究探讨的。即款人拢是安尼。对，伊是毋是伊美的后壁吼？会看真侪人为着伊即件代志，安尼雄讲，吼，安尼一直去。调查啊！伊伫咧边啊，对，足痛诶，怎么笑？即款就反社会啦，有一款反社会。有即种人吼，比如讲，敢有人放火对无？对。放火了，敢若有迄种嫌疑犯吼，放火了，佫会登去现场，然后你咧边啊看。听讲凶手拢会登去现场。有的人是，有的人登现场是讲惊讲去互掠着，啊，登现场看。假成讲我是看老咧的人，啊，你就看书办事。若是讲警察去摕着啊，这个菜刀哪伫遮，啊，你想着啊，袂记你甲迄个菜刀处理掉，伊就紧来走。
有的一款是安尼，有一种就是像你讲这款，就是伊甲代志做了，台人放火做了，伊搁登现场去看，有时伊会痛，伊会感觉就爽的安尼。嘿，所以这种加减拢是有要满足伊心内一寡心内诶，要安讲哈，某部分诶问题吧。应该是，迄毋知是有诶人研究吼，讲伤空虚诶人，嘿，有一寡伤寂寞诶人，有可能就去做啥物啥物鸡笼啦，甲人偷内裤啦。系啊，伊就伤寂寞、伤空虚，就开始做一寡甲迄落反社会代志，反社会代志。有诶是家庭背景就有问题，阿姨嘛来做遮有诶无诶代志啊。哦，对。系啊。我会用诶。你要紧张，我会去食歌。讲这你会紧张是安怎咧？你要叫人抓着啊？这是你暗发现场吗？我甲讲，我也歹做诶代志，有可能会憋空诶款。讲着火，你就倒起来啊！讲着火，你就倒。无啦，恁这电火有。真正真温暖火子也要烫啊！火子也要烫，哎呦！这个观众朋友有眼红诶，对啊！头一个咱节目顶头咧烫衫烫裤诶人，应该小早者好无？后者，给你睇你后者，睇你免唱，睇你后者，嘿，后者就好啊。睇我后者，要后者啥啦？我都最爱烫诶，后者啥？无啦。好啦，真趣味啦，因为甲火子啊，其实嘛熟悉真久啊。咱咧讲咧连翠花啦，安那搁有这个，咱其实咱是伫倒位见面着卡米蒂对无？对啊，咱伫咧卡米蒂啊，我会记得咱头一摆见面诶时阵，相片我搁有呢。哦，是啊，真诶，因为你迄工来，你穿一领花裳诶迄个。就咖啡色的迄种，甲土色啦，甲即个共款啦，土色的衫啦，我迄工嘛拄好穿。哦，对。咱敢若迄个爱玲装安尼，你也穿安尼，我也穿安尼。啊，毋过安尼我从迄摆开始，我就知影讲剃头做尼姑。即个花的想法，结下安尼烈焰啦。真好，真好。对，都真好，系。系啊，好，那后一集诶，就要来讲即个咱用不管是本地是华语咧练水花，好对。即马开始用台语咧练水花，而且嘛有上公司台语台节目，哦对啊，搁有专场，就毋但是节目落刷就刷哦，咱都继续要家己写一寡甲即个台语有关系，用台语来讲的这练水花的卡本就对，系啊，就是要发用咯，对，要甲台语练水花，台语练水花，嘿，甲传出去，甲传出去。咱呢是受到即个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的一个 podcast， 咱共款的甲即个台语的 podcast 继续甲传出去啦。赞，咱后一集呢，过来继续甲花子啊来开讲。好哦，咱后一集空中再会，等你哦。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疑案办。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